南投县信义乡伫这个落水溪线的部落推广来种这个红玉甜桃。即摆产期到了，讲这个水果食起来脆个香甜，定定拢是农民拢还未采收咧，都已经互注文了了。虽然这座果子园才种3年，果子拢大出，农民趁落雨进前紧改慢落来。因为伫咧信义乡落水溪线种的甜桃，口感香甜个脆，真受到消费者欢迎。主要是它能够挑开我们的台风季，还有它比别的桃子早熟，它没有得比较，所以它的价钱会很高。部落推广超过3年的红玉甜桃，到今已经种15架块，绩效嘛，互农民真满意，所以嘛，呼吁部落的少年仔会当回来故乡做事。主要是年轻人不要再外流啊，自己如果说自己雇一个家庭，如果你能够种到1甲地或者是5、6分地的话，应该过他的生活。因为市民绩效袂甲真好，信义乡公所嘛专力伫咧推广，希望会当把信义乡的农产品介绍给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